你在吗？你快开门吧，我就在你家门口。那你快过来吧，帮我开一下门。你终于给我开门啊！我刚才敲门敲这么久，你都不回我，还硬要我给你打电话。算了。为什么不能来你家？怎么了？你有男朋友了？不让我过来。没有了，只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就非常非常的，没有精神。然后我好像把钥匙反锁在家里了，所以我就来找你了。不欢迎吗？爱死你了，抱一个。嘿嘿。哎，你这个头发的洗发露不错，借我用一瓶呗。哎呀，下次还给你了。怎么？你就这样回房间了？但是我想和你聊会天呢。对啊，不方便吗？那行吧，我们去你房间里聊吧。哎呀，怕什么？都那么熟了，你还觉得我会对你做什么吗？哎，要是我会对你做什么的话，你想啊，上次你在我家的时候喝醉酒，我都没有怎么对你吧？好像也是哦。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都睡着了。不管这些，你就是不相信我是吗？那你居然不相信我的话，那我就去别的地方了。连唯一最好的朋友也因为性别问题，呸，也因为信任问题，今天也不陪我说话了。再见啊。干嘛？你不相信我吗？不相信我就走了呗。你不用这样子口是心非的，我知道你不开心了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肯定，那我再相信你一回吧。走吧。去哪里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要去你房间。卧室不行了，卧室万一有别人听见了。我怎么知道啊？你说独栋，那独栋万一外面有人拿着一个什么放大器在听呢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去你卧室。那行吧。好，等我走啊。嘿嘿。我终于知道了，你不让我进来，原来是你的卧室这么乱。嘿，不是上次我来你房间的时候就说过了吗？零食和公仔是要分开来放的，摆在一堆，其实也挺可爱的。干嘛？面色这么难看呢？那我走好了。真的是，你不让我待在这里，你就直说嘛，干嘛？我就知道你会来这一趟。好了，放手吧，我不走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决定，不是两个。首先呢，我呢，我就是和那个公司里面一直追我的那个老板划清界限了，所以理所应当的，我被他开除了。对，没错，我放弃了1个月3万块钱的诱惑，以及未来豪车豪房的生活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那么再来呢，我还跟他说了啊，我已经是快要有家室的人了，所以我没有经过你同意啊，我就说我要跟你结婚了，懂了吗？不要这么惊讶啊，所以我才说到你卧室里来谈嘛，对吧？哎呀，我也是想跟你商量嘛，就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就是我想说，你能不能陪我去领个证啊？哎呀，不是，主要就是那个老板，他不是，虽然说我被开除了，但是他还是说他想过来看看我们的生活。如果是假的，他就说不妨碍又重新开始追我。就算我不去他那边工作了，照样把那个工资打给我。哎呀，很烦啊！所以你能陪我去民政局领个证吗？哎呀，就一次就一次，你放心啊。领完证之后，领完证之后再说嘛。如果你不想离的话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哎，我才不是说骗你结婚呢、我有是这种人吗？真的是，我要是当初想图你不轨的话，上次喝酒怎么回事啊？醉了是醉了，那醉了，如果说我潜意识有这种动机的话，我是不是把你，你不要让我回忆起来了，行不行？虽然说我那一次虽然是衣衫不整的，但是可能没有发生过啊。拜托，不要说那件事情了，拜托。哎，好了好了，那你可不可以陪我去领个证啊？嘿嘿，我保证，要是你不想离的话，我以后就对你负责，一辈子对你好，好不好？那拉勾勾啊，那你想不想离婚啊？看情况。好啊，看情况。那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，干一张。骗了就是大笨蛋，就这样子啊。来了来了，哎，准备好啊。老板，你来了。我知道我知道，外面不要叫你老板的，我知道了。那你先请进吧。嗯，我那人在那是干嘛？啊，他在那边做饭啊。对，老板，你有闻到香味吗？对啊，他比较贤惠嘛，所以，嗯，老板，你都看到了，其实我跟他，嗯，早就领证了，所以就差一个婚礼了。就是因为现在良辰吉日都没有挑好嘛，双方父母都是在打个日子嘛，就是要举办一个豪华的婚礼，所以可能，呃，老板，你喜欢我的事情，咱们就这样过去吧。你可能会遇到更好的，不要一直看上我了，对不对？那要不要留下来吃个饭啊？啊，当然不打扰了。好，那我去准备啊。老板，其实你不用给我一只夹的，这是我家，我自己会动的。你还是自己多吃一点啊，宝贝啊，你也多吃一点啊，不要饿着啊。今天的饭菜挺好吃的。
老板，你多吃一点啊，我跟你讲，你不用给我夹了，啊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啊，公司那边，如果老板你介意的话，其实我就不打算去了的。啊，没事吗？工资站帮我发，就是我人去就可以了嘛。那亲爱的，我要不要去啊？我知道啊，但是我还是想问问他的意见嘛。啊，我去吗？好，那行吧，老板，我就继续去了。但是希望我们还是好朋友，依旧能祝福你找到你心爱的对象。哎，好。天哪，终于完成了。那个怎么样？今天辛苦你了，果然是好兄弟。那你觉得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那个这件事情要不要跟你爸妈讲啊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其实我不想离婚。哎，怎么说呢？其实我们认识这么多年嘛，我蛮喜欢你的，不知道你怎么看我？有可能你就把我当哥哥之类的。但是，现在我们证都领了嘛，我就有骨气的跟你说一下嘛，我就是喜欢你，我就是缠你身子了。就算我下作，反正现在在法律上，你就是我老婆。不管怎么样嘛，如果你真的想离的话，那到时候再说吧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是不会建议你叫我一声老公的，好不好，老婆？你别一直这样看着我。我这样一句话不说的，我现在搞得我有点像忘恩负义的人了。但是，好吧，那这是我身份证，还有我们结婚证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过几天就去离婚。我的证件放你那边吗？啊？你不想认离吗？那什么时候通知你爸妈？好啊，我现在只是说不出话来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我敢发誓，反正我喜欢你肯定是比你喜欢我早的。啊？不一定。你该不会说你刚看见我就喜欢我了吧？还真有一见钟情啊！干嘛？一下子突然抱住我？傻瓜！哎，我们都结婚了，好不好？虽然说没有正式交往过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俩这样子，之前还一起同居过，一起合租，你说咱们俩的关系会比那些
谈情说爱过的日常吗？我爱你。嗯？我有哪句话说不对吗？怎么了？老婆，我亲爱的老婆大人，难道我说缠你身子下作有什么不对吗？啊？嘘，闭上眼睛，我带你去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地方。亲爱的，这次音声怎么样？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哦，还有点赞。对了，小九近期呢开启了频道会员，在 YouTube 里，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，可以收听到专属的音声哦。